U12世界小棒赛伫台南的比赛哦，台湾队昨暗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澳洲。虽然台湾队已经确定讲是以下组第1名的成绩晋级，也毋过同款是拍甲真认真。最后是以18-0伫第4局就提前结束对澳洲的比赛，5连胜的好成绩哦。今日暗时台湾队要对阵 B 组第1名的多米尼加，公司家冇转播。 台湾甲澳洲的这场比赛原本是7月28开幕迄天爱进行，因为风台影响，延到8月初2暗时，颠倒变做 A 组预赛最后对阵组合。 这个球击到了在右半边，落地是形成了安打，而且要一路滚到全垒打墙。那现在2分要回来是非常的轻松的。台湾选手拄开局就一直安打摕5分，2局下各摕2分，无人出局满垒的时阵，前4场比赛无虾米出赛的捕手罗宇燕攻出去。 前次的打击是一支2垒安打，而这个球打起来到了中右外野方向，两边野手都过去。讲出满贯炮，罗宇燕嘛真欢喜，澳洲选手嘛真有风度，甲伊击奖来第一。台湾队早就13-0的领先，来到3局下又阁是一直安打摕5分。4局上澳洲队犹原是无摕分数，因为两队差15分，比赛提前结束。 从第一场从面对日本队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在跑垒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在进入到 Super Run 的时候，教练团应该会针对跑垒这个部分呢，应该还多加的一个提醒。 预赛为日本拍到澳洲5连胜来晋级，而且加拿大9分投手群表现真好。今仔日开始的超级巡回赛会对着 B 组第1的多米尼加，再来阁有韩国甲美国，如何去应对无同的球风？球评表示，教练团应该会重新来研拟对策。记者综合报道。